长辈大家一喙一指十喙九指咱讲终其一生，因为什么拜拜什么？到这嘛遮济岁大家伫遮咧讨论讲开玩笑，要咧论这是传统，或者是迷信请问咱将来灵魂的归宿，就讲咱灵魂要去对，所以咱看报地一样咧讲将来要来阿鼻地狱，你要去我才唔嚟。黑暗的所在，恐怖到要害甲你惊到要死。你活的时阵破病就惊，活的时阵一个无熟悉的所在就惊，更何况讲将来去迄个地狱永远灭亡的所在，甲神隔绝的所在，是永远的黑暗。迄个黑不是黑色的黑，迄黑是黑道道、黑烫过、黑磕磕。你看，假设咱将来是安尼你看我不行啦所以信耶稣，信耶稣。根据圣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唔免甲工作济，我著欠食、欠用、欠钱，我要考试，我要安怎？唔免。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咱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台语福音的广播节目《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咱的好朋友，我是喜乐。今仔日要播出的单元是彩色的人生。咱虽然无邀请来宾和喜乐做伙，但是喜乐也要将所拄到的、所听到的来甲听众朋友来分享。有一回我要去这个北部的教会来协助圣工因为咱的火车真歹买啦。我的太太捌伫新竹读册拢对台中到新竹拢坐迄个电联车区间车若坐到迄个区间快车安尼虽然座位无迄个自强号很舒服啦但是冷气有够啦坐的人无一定较济啦或者讲咱就对台中这个松竹遮总会遮起站这个唔免行去搭车时间会较长一点但是若较提早的悠哉所以听无喙大富贵所以迄落就想讲安尼好啦，食到饱嘛差不多习惯就是食饱就无通做啥物代志啦这个氨酸升高就目睭起烟软头壳就戆洗想讲安尼要来北部就坐这个电联车区间车嘛好通坐嘛安尼会使困一下安尼我就照太太所讲的是讲安尼差不多2点外钟就到啦这2点钟就会通家己安静一下感谢主，喜乐是足好困的人，真正像诗篇127篇讲的讲耶和华神所亲爱，叫伊安然睡觉。有的人对困眠实在是足无法度的啦，啉到咖啡啦，啉到这个茶米啦，甚至更较恐怖的讲啉到红茶都袂困去啦。喜乐毋是这个个性感谢主的带领嘅恩典我这头壳哭到枕头就戆去啦。所以我唔惊换铺
啊，我嘛毋惊讲伫什么种的环境啊，坐飞机嘛会使困，坐火车嘛会使困。啊，若家己莫使车啊，当然上幸福的啦，别人开车啊，咱嘛会使困。啊，我就真正吼听太太的话吼，去搭这个电联车啦吼。因为嘛无迄个讲来验票的吼，啊，真正伫车顶吼，就是轻轻松松，啊，食饱后吼，啊，就找着车帮了，啊，起哩吼，就摕咧，啊，就歇困啦吼。啊，拄啊吼，外口有一寡风景啦，吼，这嘛是人生的百态吼。啊，咱有足侪想法，就是讲生命是毋是像安尼？咱无就看到全世界目睭看出来就是窗仔外这个风景吼。窗仔内咧，哇，共即节车厢的人吼，当然车厢几啊站嘛，共即节车厢的人吼，哇，袂少吼，足侪人拢是安尼啦，吼，担头吼，摕手机起来看，你讲做低头族啦，吼。当然嘛有人摕册咧看，摕杂志咧打发时间的，叫做阅读族啦，吼。有诶吼，你看你就知，表面吼，这个这个表面的这个反应吼，十足吼，但是伊像耳机吼、耳机脱掉的吼，就是咧听伊的音乐，还是听伊的广播，这叫做与世隔离族啦，吼。当然嘛，像我这个吼，上车都找一个好的所在吼，要来困的吼，叫做补眠族啦，哦。所以咱讲咱是啥物族的哦，毋是对一族啦，拢是迄落吼，迄落存款不足啦，吼，甲迄落睡觉那一族啦，吼，睡眠不足啦，吼。所以咱脑海内底吼，就想讲太太安尼讲真正有影吼，就起来吼，轻松找一个所在困吼，安尼嘛会当互家己补眠一下吼。随时间就想讲吼感谢主吼，咱带着这个行程吼，带着行李，其实这个卡价宝贵就是讲吼，要来布道会啦，要来传福音啦，咱已经有足侪兄弟姊妹吼，伫教会就准备好哇！迄落要讲的题目吼，爱心福愿咯，人要做海报啦吼，足侪人吼邀请无落遮吼，要来参加哦，我就感觉讲吼，咱伫台下顶咧讲道的时阵吼，有人来带咱听，佫有无落朋友吼，神圣灵来甲开伊的心，听会清楚，靠甲咱做伙靠。讲到见证真感动嘛吼，讲到神的道神无看，神是灵，但是神的灵借着伊的爱要临到咱的心上啦吼，这是主要所讲的这个14章第6节约翰福音讲，伊就是道路、真理、活命信耶稣，透过主耶稣会当认捌天顶的神，会当恢复咱神的囝的身份啦所以心内就安尼想吼这个。生命这个选择吼，实在是无在条咱家己去处理啦，因为神要咱活咧，做这项做迄项。生命亲像一片的浮云啦，亲像云雾啦，突然一时连伊都无去只要神愿意，咱要东西南北，才会当有家己的自由啦。若无就讲你就身体欠安啦，是安怎被困在伫你的身躯来作怪，咱嘛毋知影。所以迄个内心一个信仰的瓦壳要互听众朋友知影，就是讲，谁人生的彩色，因为有神甲咱保护看顾；谁人生有色彩，因为你缺欠的时阵、软弱的时阵、悲伤的时阵，包括病痛、面对生命终局的时阵，毋免听人安尼讲来讲去咱有一个既定的方向确定的方向，就是我信耶稣圣经来甲咱讲信耶稣要得到平安。信耶稣要得到自由，信耶稣上归尾就是会通得享天国的福分甲生命安息啦。所以愈想安尼虽然冷气凉凉，火车伫咧走，轻空，但是心内是充满感谢的啦。难得真难得有这种安尼短的时间伫遮来想遮一困差不多都20几分钟吧哇，一站因为这个电联车差不多是逐站拢停啦，大细站拢停差不多半点钟以后一顿安尼看起来老大人大家烧酒
这都应该拢退休啊啦吼，七水八舌起来吼，安尼七讲啊高进步吼，大家安尼一句一句一直讲啦吼，无想讲咱伫边啊吼，我毋是低头族呢，我是睡眠不足，目睭刻刻吼，伫遐准备要休困啦吼，这长辈吼，起来安尼吼，一直聊天开讲吼，心境吼会转变真要紧。你若感觉吼安尼足吵足无奈，起来就冲突啦，喂！你拢无看人在咧困哟，这种口吻吼，这种口气吼，可能就得失人啦吼。大家无熟无识当然各人所领受伫环境顶头所表现出来讲话啦、气质啦、甲态度啦吼，甲言语的三对拢无共款。感谢主吼，互喜乐会当选择讲吼，就点点听啦。点听啦吼，因安尼足欢喜的吼，伫遐咧分享吼，因去买啥物件啦，拄着啥物好处啦，有啥物好康的啦，哇，这是吼讲起来拢是这退休人员这长辈的优势啦吼。坐车半价吼，足侪物件优惠，哇，我毋知吼等会老无吼，这真正一种迄个期待啦吼。当然阮的心内的祈祷吼，主耶稣有一天人拢会老去啦吼，咱拢会老，咱拢会过去吼，无一定拄到什么代志，但是咱准备好未？信耶稣就是准备好，讲我当时老，当时离开去咯，无问题啦。因为主耶稣甲咱应许，讲伊准备好所在就是天国的好所在。伊去到倒落，嘛要带领咱到倒落去。那像去登记去 check in 同款，那像你坐火车买车票，坐飞机买机票同款啦。咱若明白讲我将来目的是倒位你都爱甲这些物件拢传落好。听众朋友好朋友咱大家将来要咧天国的呢，咱毋是要去阿比地狱的呢，有恐怖迄个牛鬼蛇神伫遐吼，你真正惊你就惊死啊！咱活咧爱见光明光的所在真好嘛吼。等下你崩空的时阵，金光吼，暗就会感觉安尼碍叫啦吼，真正是安尼。你将来若真正面对迄个地狱的黑暗，神的隔绝，你感觉心情是偌尔恐怖，偌尔恐惧啦吼。所以安尼听因伫遮咧安尼嘈杂的声音七嘴八舌安尼我感觉这老大人嘛是足古锥的啦吼。看到这长辈嘛想起家己，我就想讲吼既然吼因安尼大声细声伫遐咧开讲讲听看卖吼，看起来耳孔愈来愈大地吼，愈来愈大片。忽然间吼，迄带队的阿伯吼，怎伸手吼大声发咧讲吼。恁看窗仔口，恁看窗仔外，这个电联车、火车吼，对窗仔外看出去吼，拄好一间吼，安尼未全起好的庙啦，迄拢嘛毋知这啥物呢吼，一个有另外一个就讲这都吼神农庙啦吼，其实吼这神农庙是啥物我嘛毋知，佫有人就记迄个方向吼，就挖头讲吼，毋对啦，叫做五谷王庙啦。这个时阵一个阿婆吼，老妈妈吼嘛开嘴讲共款啦，拢掌管五谷的啦吼，若丰收吼是好康啦，若歹年冬吼，大家都去哭吼，我伫我边这个吼，伊就一个比一个较牛啦吼，大家拢有意见嘛，毋是啦，五谷王吼是管五谷的啦，神农爷吼是管修行的啦，无共款啦，哇，老死吼。你看咱拜神偌好，神敢若一位，神是灵，所以无具体的这个形象啦，所以咱一般咧拜神明吼，拢是用家己的想法来雕刻的吼。你包括即马因咧讲什么神农庙啦、五谷王庙啦吼，这讲起来管五谷的，管这个正做的，啥物人知影吼？随是随非，送对送毋对，实在讲无一个答案啦。这时阵带队这个阿伯佫讲吼。无啦，咱台湾人拜的神有真侪信众伊敢真正咧拜啥人啦？但是伊就安尼讲无要紧啦，何况呢？因为心诚则灵啦。你诚实真正安尼肯定来甲拜拜，咱的老祖公足侪人拢安尼拜这个神到即嘛啥物人在乎伊到底是啥物神是对毋对？就诚实诚恳就好啦。我本来半困呢。半睡半醒呢，但是哪听安尼，我感觉哪爱笑，但是佫袂使笑出声耳扭大步，这个喙嘛安尼
我感觉都听了都怪怪的吼，啊，我都喙都嘟起来啊吼，恐惊吼，我这个下头这个妖魂吼，拢会当业死过来才好神吼，无怪啦吼，这圣经吼啊，使徒行传17章22节以后吼，这个传道人保罗捌安尼讲吼，伊捌游历吼啊，经历去到这个雅典城吼，啊，伊留落来日记安尼讲吼，伊讲吼，众位雅典人啊。我看恁吼凡事足敬畏鬼神呢，啊！我咧游历啊，行动的时阵吼，游行的时阵，啊，看到恁所拜的神吼，足济啦，啊，甚至吼拜东拜西，到尾啊吼，写一个毋捌的神啊，吼，未识之神啊，安尼嘛甲当做神啊，毋捌你要当做神，到底你拜的是啥物？啊，伊互你拜，伊个是啥物？伊讲吼，恁所无熟悉，啊，就来甲敬拜的神，到底恁敢捌啊？敢知？好哦，既然甲当做神，咱能理解，这个神啊是天地主宰独一大的嘛吼。啊，神啊真伟大，敢就点人所起的殿庙，啊是啥物所在？敢爱？伊安尼讲哦，咱真正会使参考哦，真正是神太着人家服侍，那像伊欠啥物呢？啊，真正神欠食吗？你着甲拜做一生礼吗？欠所在休困吗？你要甲起庙吗？我嘛讲哦吼，咱听众朋友当了解哦，这教堂哦是敬拜神的所在，毋是讲要互神殿的所在啦。以弗所书1章23节咧讲，神的殿吼神啊要来，神叫做啥物？叫做充满万有的，都是神的灵嘛。啊，既然是灵，灵是你要摸袂着，啊要看无具体的形象，伊就像空气安尼，拢变在，拢充满伫咱的身边，这就是神的灵嘛。所以神的灵拢伫咱的身边，伊毋是要带你教堂呢，同款啊。咱咧拜足者神明啊，甲踩伫这个庙仔内底，你看伊有骹袂当行，有手袂震动，有目睭袂看，有喙袂讲话，有耳仔袂当听，有鼻袂当鼻味，安尼啊，迄是人雕刻的吼。讲起来，这就是咧拜偶像，敢有意义？才迄个讲哦，神既然是天地主，神是灵啊，伊是天地主，天地拢伊创造的啊，所以咱会当理解吼，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然比人较伟大啊。伊的智慧，伊的能力，包括咱人嘛是伊做的。你看敢若迄个睫毛啦，目胛毛啦，眉毛啦，目眉啦，额头的毛啦，甲头发啦，鼻毛啦。拢伫面内底哦，你甲看，拢无共款的功用。这目胛毛伤长的插网呢，眉毛的伤长吼，一直长啊，像迄个这个头发安尼吼，逐个月爱剃吼，你就麻烦啊。你要真个眉毛吼，怎样垂到涂骹哦？所以神吼安尼用什么种的方法？这就是伊的话嘛吼，伊创造用的话来成就。伊讲有就有，伊命立就立吼。所以毋免带人手所做的殿呐，嘛免人的手去服侍，咱有家己欠少啥物啦？颠倒吼，伊将咱需要人需要的活命、气息，甲咱需要的万物，拢赐予万人啦。所以讲，伊对一本做出万族的人定好咱所要居住的疆界，咱要住倒，咱要做啥物，咱敢会当选？早都拢神安排好啊！所以同款讲华语拢是华人来讲，你若出世伫新加坡，你的华语就是新加坡语，你讲客家迄族的客家族群你就讲客话，你伫中国大陆，咱即摆就用迄个简体，你台湾就用繁体，所以。谁人嘛不爱互你出世伫大陆，谁人互你出世伫台湾，谁人出世伫倒位啊？虽然华人语言哪有共款，但是所徛起的所在无共款。咱捌想过无？这就是咱的生活。伫台湾你就有台湾的生活，伫马来西亚你有马来西亚的生活，有新加坡你有新加坡的动作。所以生活动作就是你的徛起啦，甲生命的长短存留拢在乎伊啦，因为咱嘛是伊做的啦，所以人的生命是对神做的，是神在掌控。神是灵看袂到、摸袂到，但是咱会当用心灵来甲体会。毋则约翰福音4章24节讲，拜神用心灵甲诚实，都是实实在在内在我用心去甲体会真正所教的也是圣灵所说亲自神来
看顾管理的这个教会，所以真耶稣教会有圣灵，互咱知影，毋是干那拜这个天公，拜这个祖先，毋是干那拜这个神主牌偶像来满足咱对这个长辈的崇拜。其实咱要拜是造物主，包括做咱的祖先的神，就咱阿爸、咱阿公、咱的祖的神，安尼一脉相传，这才是对的啦。这阵长辈大家一喙一指十喙九指咱讲终其一生，因为什么拜拜什么？到这嘛遮济岁大家伫遮咧讨论讲开玩笑，要咧论这是传统，或者是迷信，其实较济是无知啦。请问咱将来灵魂的归宿，就讲咱灵魂要去对，所以咱看报地一样咧讲将来要来阿鼻地狱，你要去我则毋咧黑暗的所在，恐惧恐怖到要害啊，甲你惊到要死你活的时阵破病就惊，活的时阵一个无熟悉的所在就惊活着的时阵过磅空暗无电火你就惊，更何况讲将来去迄个地狱永远灭亡的所在甲神隔绝的所在是永远的黑暗，迄个黑毋是黑色的黑，迄黑是黑道黑烫过黑磕磕你看，假设咱将来是安尼你看我不行啦所以信耶稣，你体会看觅，信耶稣信耶稣根据圣经好歹真的假，你就慢慢来嘛，慢慢来嘛。咱袂使伫厝里呢，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这就是阮的祈祷希罗要和咱做伙分享，甲咱教迄个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是咧俄罗神讲我的爸爸足伟大，我的爸爸你足强的，你很强壮，很strong咱的祈祷就是安尼啦。毋免甲工作济，我著欠食、欠用、欠钱，我要考试，我要娶某，我要生囝，我要安怎？毋免啦，神知影咱的内心，你只要甲学落就好。即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学落的时阵圣灵甲咱同在，因为圣经讲的嘛，主耶稣欢喜天顶神欢喜要将圣灵赐予咱就明白神的存在安尼你本来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迄舌头会跳动，迄字会跳起来，也是光字发出声音亲像迄个使徒行传第2章第3节以后讲的嘛，主耶稣甲门徒讲，你毋通离开耶路撒冷，你若听候圣灵结果因真正照主耶稣讲的安尼做，主耶稣定十字架，互我升天以后，就无改变得咧但是免咧要求这门徒因爱去耶路撒冷去求圣灵啦所以1章第8节讲，你若得到圣灵，你就得到能力啦，福音就大大传出去，就是安尼所以希洛就希望讲这个救恩这个遮好康的代志安尼透过广播嘛，已经讲120年啦阮的教会嘛开伫要100年啦，过2年后就100年伫台湾啦。对1926年传到今那2026年拄100年咱若想这100年神伫咱中间徛起或者有100岁的人老啦，住安养院啦像我这落安尼岁头食到60，超过一半这中间希洛看到是啥物？神要互你活的祈祷，主要说甲咱喙听圣灵会帮助咱祈祷，因为罗马书第8章咧讲咱本来袂晓祈祷，咱毋知影要怎祈祷，但是圣灵亲自用讲袂出的叹息，就是神用伊迄口气甲咱吐咧，甲咱摕咧就是神的灵甲咱同在啦，所以咱袂晓祈祷圣灵帮助咱祈祷咱会当得到平安呢所以感谢主，这种体验足难能可贵。听众朋友会通欢迎到各地真耶稣教会来参考，咱嘛真欢喜咱会通伫厝里家己试试看啦，试试看免开钱嘛你要体验一下所以你体验有体验你就会知影无体验无要紧咱心肝起咧你就知影希罗甲咱报好消息，有这个代志放在心内，有一天咱若病痛，有一天咱若危险，有一天你若感觉足惊吓进入黑暗的时阵，欢迎啦，像安尼祈祷方法，阮足侪兄弟姊妹伫台湾超过5万人当然包括离世超过60万啦。若是领受主恩典的人拢像希洛拄讲的安尼，迄生命会改变呢。迄祈祷，那像人咧讲咱安尼祈祷，真像伫咧弹真像迄个瀑布的声音愈愈叫，有诶来教会讲叫迄声音惊着，毋免惊啦。毋免惊啦，咱用心甲体会甲分辨一下，迄激袂来啦，迄毋是用激的啦头壳是清醒的啦，圣灵同在，就是安尼啦祈祷迄个灵言咧讲啥？咧讲神伟大，咧讲神俄罗神安尼尔啦
这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人生要当彩色，真正袂使欠缺咱所敬拜的精神啦这位精神已经伫门口咧等咱，心门拍开，伊就入来。突然间有一个阿嬷对这个落堆仔内底摕一个红色的符啊啦这个香包啦伊就做安尼安静安尼讲，做正经安尼讲我甲恁讲我前几日去大甲妈祖庙大甲妈祖庙求这个平安符啦恁都爱听这大妈这大妈这才有灵验伊都真正是长知识了大甲妈祖庙是大妈，伊就讲还有分林北港是二妈，大家就开始问新港嘛有妈祖庙，毋就三妈四妈五妈，我就现在是讲拜偶像的过程内底咱不感觉安尼足奇怪吗？这拢是咱拜一般人所拜的神明但是却有比较呢，讲到爱大妈才有效啦，才有灵验啦。伊就安尼细细的安尼数算伊去过几间妈祖庙啦倒位甚至有这个金身啦伫安尼讲一拍连灯安尼但是咱也想人一生来去就是讲咱的生命生命起点咱由不得自己啦神早就甲你摆好，但生命内容会使改善呢？咱听到这个广播的声音你就试看卖嘛？你敢像安尼要去找大妈、二妈、三妈这敢对？这敢正确答案？若唔对咧，了白了讲去啦。安尼一世人到生命终局的时阵，你还搁伫遐在意讲我摕到底是大妈有保庇的，还是迄落四妈、五妈、三妈、六妈、七妈，到尾妈妈好？真正剩靠声尔。老大人善良这长辈也真诚恳要甲正人来合群。我想这阿嬷伊也无一定讲要来害人啦伊感觉对你去良心啦所以有足侪想法其实咱嘛无走甲判罪，但是圣经安尼讲若毋捌信的将来审判的时阵就是被判罪呢。希伯来书9章27节讲，按照定命，人拢有一摆死，而且死后有审判。亲爱朋友，神疼世间人，2000年前将伊独生囝赐落来，互既然相信的人袂得出灭亡，反正都要得到永生。同款相信的你就愈来愈好有体验。若毋信的罪已经定啦。迄个罪毋是即马定的，毋是你个人的，当然个人嘛有问题。迄个罪是从对亚当夏娃食了善恶果，得罪神，叫赶出来，叫神赶出来，袂使搁伫伊甸园内底，无通过快乐的日子迄个时阵开始，人被咒诅，土地被咒诅。你甲看，即马对照是毋是安尼？查甫人你着汗流满面，才会通得饱才会较乌口但是你汗流满面无一定会通得到出产的。有的人做白工咧，饲鱼叫寒死叫热死养殖业你种田结果风台来，结果稻仔拢翘起种水果，结果风台风大风扫落，规个落果无法度收成，你们了去这个就是人对神不义，所以亚当带来罪，咱称作原始原罪啦，原来的罪咱是亚当的子孙，大家拢伫这个范围内底，拢伫这个罪恶内底，所以毋才讲人无法度自救。咱无法度安尼家己行家己好的公义，家己讲的公道要来甲神讨讲我无代志，因为迄是亚当的代志。但咱拢亚当的子孙，咱就伫灵内底去接受这遗传啦查某人咧，查某人乱无理的男人这创世纪内底讲查甫人爱安尼流汗才会得饱查某人爱乱无理的查甫人爱受生产之苦。所以咱俗语咧讲生若平安生囡仔，生若平安烧酒芳，生若无平安生袂过就四地帮真正生一个囝那像安尼断一条命共款这就是生命来去谁来面对这我无做啥物无好的代志我连红灯我都毋捌穿过毋捌叫人开红单，我哪里有罪？但是这个原罪就是咱对
人爱面对死亡哦，所以人生自古谁无死啊？这是文天祥讲的吼。所以大家拢爱死哦。圣经讲，大家拢爱死，而且有一摆的审判，要安怎？要安怎赢过审判？生命内底有足侪无奈吼来伴随呢。哦，所以你来看，要将这个肉体的生命吼，甲维持到尾啊吼，嘛是人生无命的。所以圣经在咧讲吼，土地要伫咧，人过去啊，一代过去，一代过来。哦，到底咱留啥物？唔知有人咧讲哦，讲人死爱留名，好死留皮啦，同款意思。好，你留名，你要留偌久？一代人甲你纪念，2代、3代、4代，到尾啊唔捌你啊啦。像今这个世代，佮有迄个 AI 哦，电脑佮有 AI 哦，甲你模仿，你根本唔免有啥物所谓的历史啊，这拢洗新的过啊。但是咱若转来圣经看讲，独咱的神耶稣基督。都成了肉身，成做无罪的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为着咱灵魂的罪，为着要拯救咱，以舍命流血，互钉死伫十字架顶，咱才免得沉沦呢。咱才有真正一个正确无迷惑的信仰，唔免去排列讲对一个神较大，神只有一位，无大小的问题。这位神就是永远的荣耀，就永远的尊贵，有永远的权柄，有永远的伟大伫人之上，唔是安尼吗？若无拜着真神，真正讲的吼，咱到尾这条路都是沦为灭亡的道路啦。这长辈即摆拢伫遮，搁1年，因还伫咧吗？搁2年、3年，因还伫咧吗？即摆希望吼回头来看这个代志，迄已经是10几年前的代志啊呢。这中间吼，可能有袂少人无伫咧啊，可能有袂少人伫病痛内底。对希望来讲，对30几岁来做这个专职的工课，一直到即摆60岁，时间咧过足紧的，你动拢动袂掉呢。终点到啊，终点到，因为车站到啊，所以真侪人赶紧的摕家己的背包吼，就要落车，就要行出这个车站。我就安尼想吼，想是想，这可能袂搁再这世人袂搁再拄了第2摆啊，事实是安尼啊，拄着嘛毋捌吼，无可能搁再见面啊，无可能搁再拄着啊，吼，拢是唯一的一摆。但是心肝互我撇薄惨的是啥物？好佳哉，主真正听喜乐哈，主真正互喜乐彩色的人生，人生真正这个色彩都是认捌耶稣基督。我唔敢讲我会比这老大人、这长辈好到倒位啊，但是喜乐要讲的，若唔是主爱竞选，敢配得这个恩典，会通来这甲人见证、传福音、信耶稣，来报答主，互我伫应该爱死的迄个时阵无死。85年5月初5，应该破病爱喘起来这个98年迄个时阵，莫拉克台风的时阵，一直到今嘛。所以求主耶稣帮助咱互咱知影清楚咱所信的是啥物人咱既然知影所信的是啥物人咱就来追求。到节目的尾声咯，咱要来祈祷将所听到的这个信息放在心内甲喜乐做伙来祈祷，来学罗神，做伙额头灭倒，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主，我感谢学罗你，因为你的恩典，互阮通明白这个信仰是有内容的，是有确实的目标方向，因为阮来敬拜真神。人找神真困难，其实神听人2000年前你就做到了。道成了肉身来到世间，将你的生命来留落。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是肉身显现的神。阮足侪人唔知，但是阮得到圣灵以后，圣灵来连结串联，才知影讲，原来耶稣是神。原来神准备主耶稣基督，就是要来拯救阮的生命。所以钉死十字架耶稣3日复活，照伊所讲圣经的记载，拢总清清楚楚。愿主耶稣来垂听阮的祈祷，互阮的听众朋友伫即卖这个世代广播照常做节目照常推出，但是要互听众朋友会通知人生的色彩，彩色的人生一定爱有真神，有耶稣基督，咱就能得享自由、平安、甲喜乐，将来灵魂有安息的所在，生命有去处，安尼咱就唔免惊吓，讲伫即个世间咱会拄到什么代志。愿主耶稣垂听阮的祈祷，
嘛愿主耶稣祝福听这个节目的人拢会当平安福气来享受来领受。愿主来垂听阮的祈祷，荣耀颂赞拢归主的名。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咱厝边隔壁节目就要来这来完成结束咯。这毋望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咱有感动，咱愿意来查考道理，欢迎咱到咱本基地，也是咱外出的时阵一定都爱去真耶稣教会哦。真耶稣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者基师，神甲咱同在，咱会通无同款的这种体会。我想圣灵引带，要互咱得到心灵的这个更较大的这个收获。听了有啥物好的感动甲心声欢迎跟我联络哦咱来分享给其他需要的人，咱的节目会当更较公平听的人更较多造就会更较大希望拢要做咱的好朋友哦，因为耶稣基督伫咱心中，愿主来带领，互咱的节目会通伫这个改变更新的时阵更较侪人来收听，听了会更较感动又更较造就。愿主甲咱祝福，大家平安。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